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。今日主要新聞有：南內華達州區域房屋管理局展開大規模補貼資格審查，1月份拉斯維加斯房地產市場最新報告，以及一名居住喺維加斯嘅華裔母親喺夏威夷機場被捕嘅事件。今日新聞資訊非常豐富，喺進入詳細報道前，衷心感謝各位對頻道嘅支持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並分享。特別提醒微信嘅朋友，若果無法直接點擊訂閱，請點擊右上角嘅點點點選擇，喺瀏覽器中開啟，並跳轉至 YouTube App， 咁樣你先能夠第一時間收到最新資訊。繼續詳細嘅新聞報道。南內華達州區域房屋管理局今日全面展開公共住房福利大徹查行動。南內華達州區域房屋管理局總部同埋各分部目前出現大量排隊人潮，平均輪候時間超過3個鐘頭。大約2800戶領取 Section 8租金補貼嘅家庭已經收到通知，必須喺2月15號之前補交最新嘅入息證明文件。如果住戶未能按時更新資料，下個月嘅租金補貼將會面臨暫停發放嘅風險。屆時居民可能需要自行額外承擔$800至$1300不等嘅全額房租負擔。局方首席執行官表示，呢一次行動係根據聯邦政府2026年嘅新指引進行財政誠信審查，目的係要確保社會福利撥款能夠準確發放俾最需要嘅家庭。關於本地房地產市場，根據啱啱發佈嘅1月份市場報告顯示，克拉克縣嘅房價增長速度出現趨緩跡象。目前拉斯維加斯嘅中位房價維持喺$485,000水平，冇明顯嘅升幅。對於買家而言，房屋成交時間已經由平均30日延長至45日。部分急於轉讓物業嘅屋主已經主動減價$15,000至$20,000。對於買家嚟講，市場上嘅房屋庫存量增加咗15%，提供咗更多嘅議價空間。內華達州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指出，受到高利率環境影響，買家態度轉趨謹慎，市場正進入平衡發展期。一宗涉及華人社區嘅執法案件引發廣泛關注。一名居住喺拉斯維加斯 Chinatown 區域嘅華裔母親，喺檀香山國際機場準備搭乘回程航班時，遭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人員逮捕。該名母親目前被關押於檀香山嘅扣留中心，其家屬表示正尋求法律援助，並面臨高達$50,000嘅法律訴訟費用。呢一宗事件引發咗維加斯華人社區嘅憂慮。今日已有法律援助團隊喺 Spring Mountain Road 設立臨時諮詢站提供協助。移民局辦事處今日證實，該個案涉及一項自2024年起生效嘅最終遣返令，強調呢次行動屬於例行執法。交通基建方面， Brightline West 高鐵喺15號公路嘅施工進度有咗新嘅更新。今日下晝喺 Jean 及 Prim 附近路段嘅現場巡視顯示，為咗配合路軌鋪設工程，從明日晚上11點起，15號公路南行線將會局部縮減至單線行車。預計由拉斯維加斯開往加州方向嘅車程將會出現20分鐘至30分鐘嘅延遲。內華達州交通部發出警報，呼籲通勤人士利用手機程式實時監測路況，並預留充足嘅出行時間。喺社區民生消息方面，位於 Planet Hollywood 嘅撲克室即將結束營業。根據凱撒娛樂集團嘅公告，該撲克室將喺1月31號晚上11點59分正式熄燈。受影響嘅20幾名工作人員將面臨內部調職。目前已經有大量玩家湧入，希望喺最後一周結算累積嘅累積獎金彩金。未來該空間將被改建為沉浸式高限額老虎機區域。原本喺該處打牌嘅民眾可轉往附近嘅 Horseshoe 或 Aria 賭場。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嘅執法無人機今日正式喺 Summerlin 及 Spring Valley 分區全面投入巡邏工作。居民將會睇到無人機喺公共公園或突發案件現場上方約200尺嘅高度盤旋監控。警方表示，呢項技術能夠讓警員喺抵達現場前獲得第一手資訊，反應時間縮短咗12%。
局方強調，無人機能夠有效保護警員免受伏擊，同時降低整體嘅執法成本。體育賽事方面，麥克泰森業餘拳擊賽嘅詳細安排已經公布，賽場選址定於 T-Mobile Arena， 門票將喺聽日早上10點正式公開發售。最低票價由$150起。隨住賽事臨近，維加斯本地多間拳擊館今日紛紛推出短期訓練課程，吸引唔少拳擊愛好者參與，相關學費平均上升咗15%。最後關注北區嘅發展，拉斯維加斯市議會規劃審查會今日早上針對 Atari 亞達利主題酒店項目進行審核。由於該地盤位於 Strip 北段，且長期被圍板封鎖，影響咗行人路暢通。市議會發言人明確表示，若果開發商未能夠於30日內提供充足嘅資金證明，市政府將會考慮收回該土地嘅開發許可，以避免北區出現長期爛尾建築項目，影響周邊地產價值。今日拉斯維加斯嘅天氣穩定，最高氣溫華氏58度，最低氣溫華氏38度，風速約為每小時10英里，降雨幾率為0。今日早晚氣溫較低，提醒出門嘅朋友請採取多層次着衣法，注意保暖。行車嘅時候，請留意路面乾燥可能產生嘅風沙影響視線。感謝收睇，希望今日嘅拉斯維加斯新聞對你嘅生活有所啟發。最後再次提醒，如果你覺得內容實用，請務必點讚並訂閱支持。微信嘅朋友請記得跳轉至 YouTube App 進行訂閱，以免錯過我哋每日嘅更新。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。一所新聞已經報告完。